你好。Nice to meet you 啊，我叫林安邦啊。谁呀？我看。就是他，林安邦，新兵。哟，林安邦是吧？啊，哪儿人啊？报告队长，四川人。四川人怎么一股东北味儿？啊，咱部队不都来自五湖四海吗？我这左一代右一代给带偏了。四川人就是实在啊，比那些油嘴滑舌、整天找我们卫生队小姑娘的那些人强多了。哎，你看看人家，一听说征集肌肉和静脉注射考试志愿者，立刻就来了。为他这种为医学奉献的精神，你们要学习。我没明白，什么肌肉静脉注水不是注射？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考试志愿者，咱们旅不是分散点比较多嘛，所以每年都要培训一批懂急救、懂注射的卫生员。正好呢，今天是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的考试，谢谢你给我们大家当活体啊！来，大家鼓掌。先别鼓掌。队长啊，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啊，我不是志愿者。哟，不是志愿者啊，那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类油嘴滑舌，找我们卫生队小姑娘的了。也不能这么说。接连几排几边的，连长是谁？严明，打电话。是。哎，别，等会儿。5个人，5针是吧？不是，肌肉5针，静脉5针。肌肉哪儿啊？就是打屁股啊。那这样，我先回去想想啊。来，严明，打电话。是。哎，别，算我倒霉，10针就10针吧。10针啊？你以为他们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用来补考了吗？不是，你们怎么还来补考呢？你还好意思笑，还给我打招呼呢。队长，那个无病来卫生队调令应该怎么处理啊？那得看我怎么和你连长描绘了。你说你1张嘴，他们5张嘴，你能说得清吗？啥也不说了啊，咱就当交一个朋友。是先拿屁股还是手呢？屁股啊。来吧。知道我最恨什么吗？窝里斗。
想打架是吧？来，冲我来！告诉你，早在几年前，我一个大飞脚全把你们踹飞了。回去都好好想一想，什么时候把打架那点劲儿耗尽了，什么时候睡觉。没办法，虽然呢你们是训练营的教官，但是呢，你们给选拔营制定的指标连自己都达不到，那你们怎么去说服别人呢？啊？所以说，这次选拔赛啊，还是要辛苦几位老同志了。你们啊，还是要身体力行的去参加一下吧。旅长，你放心，就别说选拔赛了，就给我们几个更艰巨点的任务，我们老哥几个一样完成，是不是？老兵不身先士卒，谁身先士卒？明王，啊？老陈，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是有意见，旅长，这事不科学。参加选拔营这帮小伙子可都是18、19、20郎当岁，正当年呢。我们这都快50了，同样的科目，你让20岁的人跟我们一起比赛，我觉得有失公平。那旅长，我也说两句。我听说就这次比赛吧，赛程比较长，项目比较多，科目呢也比较复杂。说心里话啊，如果我们18、19岁，我们啥也不说，拎着枪就上。对。可是疯子说了，就我们这年龄了，你跟他们小孩一块儿，说好了嘛，让我们当教官，也没说让我们一块儿参加比赛。是。那老侯，你怎么看？我同意他们俩意见。哦，你瞧瞧，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咱们不能一触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就立马跳出来反对啊！既然你们是教官，你们就应该能做到你们要求学员能做到的一切，是不是？不，旅长，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事儿不是这么个事儿啊，是吧？那个，打个比方，舞蹈老师5、60岁了，他可以教学生那个动作要领和技术要领，但是你让他亲自摸爬滚打，毕竟岁月不饶人，是吧？哦，那照你的意思，真打起仗来，我只能去指望那群新兵，你们这群老兵根本用不上了，是吗？不是这意思。不都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岁数大是理由吗？你们以前不这样啊？这旅长给咱们一个跟年轻人同台竞技的机会，展现一下咱们的实力。这一个个的你们，我老狼说话都不好使了是吧？老狼，我们3个人看你的，只要你想通了，我们肯定跟着你一块儿上。旅长，我老狼，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这就对了嘛！啊，几位老同志啊，我的王牌号手选拔营就拜托你们了，把士兵交到你们手里啊，我是1万个放心。你们参加选拔赛的意义啊，
远比获得名次更重要。你们代表的是老兵，老兵的精气神儿，就靠你们去展现了。是。同志们，今天的天儿有点冷，但是我相信你们每个人的心里此刻都是火热的。组建合成连是我们270旅自移防以来的一件大事。组建合成连的目的就是要组建一支快速反应、快速机动、快速发射、精干高效、高技术型的合成连队，要求每个人都能够一专多能，精通多门技术，具备多岗操作能力。我们要打造的就是火箭军的特战队。我们还给它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做战刃连。为了连队的组建，我们还特意的组建了今天王牌号手的选拔营。别的不多说了，你们有胆量站在我的面前，就说明你们的心中已经有必胜的信心。一条原则：上至一级军师长，下至列兵，想进战刃连的，必须经过选拔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梦想成真。毕竟战刃连是我们270旅的骄傲，战刃连是我们270旅的尖刀，而你们就是锻造战刃连的基石。现在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270旅的4个宝贝。这位是郎永成同志，是我们270旅最年轻的军士长，驾驶员号手，10几米长的导弹车在他手里游刃有余。如果能插上翅膀的话，他能开到天上去。这位是侯继东同志，到，瞄准号手，也是侧发控号手，发射过3枚导弹，1等功2次，2等功4次，3等功不说了，数不清。这位是王显明同志，到，风水先生，带机库，镇管物业负责人，所有的水电风都归他管，找他请教没有问题，但是物业费1分不能少。还有最后一位是我们陈浩峰同志，到，所有的技术检测都在他这里，如果没有他的点头，任何一枚弹都不可能进入到战斗部队。这么多1级军事长，我听说比将军还少。是吗？那我就当1级军事长。我这个气质，我觉得我也来一将军。背包里装备的是未来几天你们在选拔过程当中所需要用到的所有物品。最后，祝大家在选拔赛里玩得愉快。有，我就是在算啊。你说咱比赛时间有3天，那也就是说1天1袋饼干1瓶水，那这3天这不饿死了吗？饿死什么呀？咱们比赛当中没准每天发点零食什么的。什么？想什么呀？还零食？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啊？这个就是那个指挥官说的放弃发射器，只要坚持不下去的，一按这个按钮，比赛马上终止。连后路都给咱们想好了，还想临时的事。
不对呀，哪儿不对啊？没有手指啊！你要手指干嘛呀？这比赛3天时间，那不得拉个屎啥的呀3天时间就给了3瓶水、3袋饼干，你能拉得出来吗？我能啊。哎，看没有？我说什么了？我说有零食吃吧。哎，你看，还每日坚果、卧龙。学生们，作为你们这次选拔赛的指挥官，你们放心，啊，我一定24小时跟在你们的身后，但是绝对不会给你们提供任何的帮助。啊，报告，讲。您这一车零食是给我们准备的，还是给您自个儿准备的呀？绝对不是给你们准备的，你们的东西都在你们的袋子里呢。还有问题吗？好，比赛已经开始了，啊，抓紧时间吧。祝你们好运 ，Good luck， 再见。那咱们去哪儿啊？地图上指示的往东走，咱们就往东的方向走。怎么那4个1级军事长不见了呢？哎，欧阳俊呢？哎，那小子早走了，早迫不及待了。那我们也走吧，走。这叫什么事儿？一把年纪好不容易当回教官，还是帮年轻人在瞎混。你说，要赢了吧，胜之不武，作弊嫌疑；这要输了更没脸。哪那么多废话？你看看包里装的是什么？我看，来，老婆蹲下，蹲下。哎呦，行，看看驴里边给咱们准备了什么啊？哎，哟呵，自嗨锅，黑椒牛肉型的煲仔饭，这玩意儿最时髦了，现在啊！你再看看还有什么？啊，老狼，牛奶、面包、香肠，应有尽有。我说旅长都说了，让咱们几个老兵参加，就是为了让这帮新兵知道，咱们几个能做到的，新兵一样能做到。你看看新兵背包里装什么，再看咱这高配，这还差不多吧？啊，走吧，走，追上来了，行了。队长好。行，老狼，行。哟，看，我明白了，一个个心思多着啊，跟着咱老兵心里踏实。嘿嘿，等战役连成立的时候，我挨个去把这帮小子臭苗病全给搬走。干啥呀你？还说人家？咱们当新兵那会儿不也这样吗？眼巴巴的跟着老兵走。那是你。有能耐跟紧了。
老吕啊，我本以为咱们搞这个选拔赛啊，是把大家集中到一个比武场，一场接一场的比赛。我真没想到咱们旅长用选拔特种兵的方式来选拔人才。哟，不是，这话里话外几个意思啊？怎么还质疑上咱们旅长了？我没质疑啊，我觉得好，特别好。想进咱们合成连，必须要过第一关，那就是生存和体能。有的时候啊，觉得咱们旅长真挺厉害的，从来不按套路出牌。可他按套路出牌的时候，没人赢得了他。哎，老赵啊，旅长啊说的对啊。什么叫火箭军？火箭军就是有火箭的时候，咱们能发射火箭；哎，没火箭的时候，咱们能当特种兵。要在多种生存模式下，哎，样样精通。老天地，小弟在这儿，这是国贸。我看你们走得慢，怕你们出危险，就过来看看。你走丢了就走丢了呗，没人笑话你，我都走丢了。来，一起。来，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下，现在我们在这儿，从这儿出发，经过这个山，绕过这条小河，就可以到达 A 据点。截止日期，明天凌晨。这是要让我们赶夜路啊！没办法，白天赶不完啊。欧阳，把你的指南针给我看看。你也觉得出问题了？你看，我猜的没错，4个指针，4个方向。这是在给咱们出难题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啊，你看这4个指南针里面指定有1个是对的，是吧？你能不说话？怎么我说错了吗？不，那是废话。4个指南针指了4个方向，肯定有1个是对的。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4个方向都是错的。你觉得哪个是对？我觉得那边。一般在森林里面，密集度比较高的地方是阳光最充足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那边。我也觉得是那边。我们看一看指南针，看哪个是对的。来，都不是。所以就是那边。走，走吧，嘿嘿，找对方向了。怎么了？我再想想。没错的，走那边肯定没错。如果我们方向判断错误，可就前功尽弃了。那照你的意思，咱们还得先成立一个组委会呗，是吧？再搞一个可信性的调查小组啊，最后再打一个报告，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是不是？天霸，我只是对方向的正确性提出一些质疑，你没必要在这挤兑我。我没挤兑你，哎，是你说这边是东啊，夏卓也觉得这边是东，那我跟叶子梦都觉得这边是东嘛，是吧？咱就往东走不就完了吗？错不了的。那如果判断错误呢？错了就再绕回来呗，你不刚才也绕回来了吗？走了。我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地貌和地图上的等高线的比例是相同的，所以没错，那边肯定是东。对，咱们一起往前走。对，我刚才看老兵们也是往那边走的。再确定一下吧，稳妥一点比较好。哎呀，欧阳俊啊，你这个人吧，是吧，挺聪明的啊，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啊，犹豫啊，纠结啊。你看，哎，你看，你往大胆了看，人家都往那儿走，你随大溜错不了的。走了，哎，可以。这样，你们3个先走，我再想一想，如果方向对，我就追上去；如果错的，到时候再说。
没问题。我们先走，走。哎，小主，这什么意思啊？日落西山红霞飞，赶着大把云来响，鱼儿歌声满天飞，比赛跑马的人，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嘿，1、2、3，走！拉一把。哎呦你！老王这位置怎么样？南北通透，交通要道，这地儿合适。那怎么着？啊，你呢？睡吧，睡吧。哎，这4个点怎么不动了？对呀，所有人都往东走，只有这4个原地不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这4个老家伙啊，不会有什么事儿了，没准啊又想着憋什么坏。别管我们，我们睡会儿觉啊。还有人爱看睡觉。哎，他们怎么休息了？大白天的怎么开始睡？这时候就睡觉，现在就睡觉吧。你们跑吧，你们长身体呢，你们多跑会儿啊。我们先睡会儿啊。别跑了，咱们走，继续。我们接着跑吧。别看他们，走吧，走吧，走，跑，继续。哎，走，你去看看。班长，4位老班长，班长，嘿，班长你好，班长，你们是在这儿睡觉吗？走，该干嘛干嘛去啊！不是，班长，我们这儿正式比赛呢，你们哥几个怎么跟这儿睡呢？我说你们听不懂人话啊，叫你们走，别打扰我们睡觉。啊，叫你们走呢！啊，走。我知道了，知道什么呀？哎呀，他们几个那子金是比不过咱们，是不是？就舍不得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哎，跟这儿磨洋工呢，睡觉呢，这。哎，我现在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紧这4位老兵。我觉得他们肯定有不一样的办法，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为什么要睡在这儿。哎呀，我知道了，咱就这样，咱就跟着一块睡不完了吗？干嘛呢？没长耳朵啊！叽里咕跟蛤蟆坑的，滚蛋，滚你们去！哎，滚！啊，喊什么的都惊着了你！哎呀，走！这不是比赛呢，不知道吗？你不往终点走干什么呢？你们懂事，哎，现在就撤！你们盯着我这走啊！哎呦我天哪！哎呀！哎呀，快睡觉呗，吵醒。哎呀！啊！我这次是真明白了，我是真想明白了啊！想明白啥呀？你别说他们是真的困了，他们是不是真的困，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他们是真的在睡觉。你说这话跟没说一样，怎么跟没说一样呢？你们想想啊，这4个老兵是谁？他们是王牌号手选拔赛的教官，教官来参加比赛只有一个目的，啥目的？赢啊！而且必须赢过我们这帮新兵，不然以后他们在训练营连说话权利都没有了，对不对？对呀，那然后呢？我们4个的指南针方向不一样，难道他们4个的指南针方向就一样了吗？啊？哎呀，小朱，你挑要紧的说。我想啊，他
他们4个的指南针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哎，老马，搭把手，买了算了。哎，别，我这越听越糊涂了啊！哎，等于是咱们旅里搞了个这么大的比赛啊，完了每人给发一个指南针，然后所有指南针还都不指南，啊，给咱们弄得一顿乱跑，是这意思吗？指南针指的方向肯定是不正确的。其次，老兵白天不愿意行动，待在原地睡觉，只有2个目的：一，晚上他们可以利用北斗星、喜民星作为定位方向；二，白天人多眼杂，他们也知道肯定会有一群人跟踪他们，晚上不容易被跟踪，正好避开人群。结论就是老奸巨猾。老兵的方法肯定没错，只要按照老兵的方法，肯定没错，是不是？我听明白了，那咱们现在就应该睡觉。对，睡觉，睡觉。哎呀，这我行啊！哎。战术成功，没人尾随了。现在睡觉上套了。2几个新兵正宣传睡觉，睡着了吗？打呼噜。喂，别睡了，别睡了！哎，怎么了？有蛇吗？蛇呢？哪儿呢？什么蛇呀？老兵已经开始拔了。这是假装睡觉，把咱们给迷惑过去了，计谋啊！要不说他们老奸巨猾呢，赶紧跟上。哎，怎么了？哎呀，又要拉屎啊？哎，不好意思，朕有此意。不是吧？我刚才就已经跟你们预报过了，是不是？我说过我肚子不舒服了。赶紧梳理拿去。可是老兵已经走远了呀。要不这样，我先跟着，我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也跟你们保持一定距离。连吧，3分钟行不行？哎，没问题，1分钟搞定了。憋不住了。哎，你赶紧走。行。一会儿你们跟上啊！啊，放心吧。有轮胎印的地方肯定通路，最起码是条大路。然后呢？这一条轮胎印里有一条是刚刚压过去的。1条、2条、3条，3条轮胎印儿，咱们跟着哪个走？这条是吕征吉普车轮胎印儿，跟着这条往前走准没错。
你别喊，别喊！我去，别往这儿看，你往那边说话。从那边说。哎，你那么哭，你别看着我说话，你从那。哎，你昨天晚上吃什么呀？哎呀，你吃啥我吃啥，甭废话，咱俩一吃当吃的。马上就跟不上下桌了。哎，等会儿他走远了，咱找不着他了。行行行，我知道了，你别催我。哎，慢慢啊！那个出发的时候我不是说过了吗？咱们背包里就只有3瓶水、3袋饼干，就是没有手指嘛。怎么了？怎么？你记得你还不帮我找手指？我这没手指啊！什么时候你要手指？来，哎，你旁边那树上、地下全是树杈，你拿树杈刮呗。这都是松树啊！你让我拉大锯扯大锯啊！你赶紧帮我找纸去，啊！行，哎，你在这等着啊，我去给你找树叶啊。哎，等会儿，最好是有手指，啊！行了吧，你这臭死了，还纸呢。从这里往前，大概3公里的样子，我们就可以往 A 点继续进发了。天不早了，我们行进的速度赶不上4个轮子呀，必须找个地方休整一下。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呗。这边，前面带我。萌萌，你在哪儿呢？我腿都麻了。逼我！哎呀，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连妈。连妈。连妈。拉谁把自己拉丢了？连妈。快点。嚯！咱笑什么呀？啊！走走走！你瞧瞧，你瞧瞧对不对？幸亏咱带了显民啊！啊！要不咱在大山里找个山洞子，咱得绕多少圈啊？还得是风水先生。哎呦！按山的走势来说，这块应该是个山窝或者是山洞。似曾相识啊！啊！先生，还真不知道有
出来。老兵应该往那个方向消失的。别犹豫，走。